保羅達提摩太前書第1章。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，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。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，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囑咐那幾個人，不可傳異教，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。這等事只生辯論，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，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、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。有人偏離這些，反去講虛浮的話，想要作教法師，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、所論定的。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誠和犯罪的、不聖潔和戀世俗的、弒父母和殺人的、行淫和親男色的、搶人口和說謊話的，並起假誓的，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。這是照着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。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，我們主基督耶穌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從前是褻瀆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然而我還蒙了憐憫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，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。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，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個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憐憫，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。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、不能看見、永世的君王，獨一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我兒提摩太啊，我照從前指着你的預言，將這命令交託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。有人丟棄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。其中有許米乃和亞歷山大，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旦，使他們受責罰，就不再謗讟了。第2章。我勸你第一，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，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無事的度日。這是好的，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。他願意萬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。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，到了時候，這事必證明出來。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外邦人的師傅，教導他們相信，學習真道。我說的是真話，並不是謊言。我願男人無憤怒、無爭論，舉起聖潔的手，隨處禱告。又願女人廉恥自守，以正派衣裳為裝飾，不以編髮、黃金、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裝飾。只要有善行，
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異。女人要沉靜學道，一味的信服。我不許女人講道，也不許她轄管男人，只要沉靜。因為先造的是亞當，後造的是夏娃，且不是亞當被引誘，乃是女人被引誘，陷在罪裏。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，又聖潔自守，就必在生產上得救。第3章。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，就是善務善功，這話是可信的。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，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，有節制、自守、端正，樂意接待遠人，善於教導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溫和，不爭競，不貪財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兒女凡事端莊信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？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。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，恐怕被人毀謗，落在魔鬼的網羅裏。作執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須端莊，不一口兩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貪不義之財，要存清潔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奧秘。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，若沒有可責之處，然後叫他們作執事。女執事也是如此，必須端莊，不說讒言，有節制，凡事忠心。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，因為善作執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有膽量。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，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。倘若我耽延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。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哉敬虔的奧秘，無人不以為然。就是神在肉身顯現，被聖靈稱義，被天使看見，被傳於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榮耀裏。第4章。聖靈明說，在後來的時候，必有人離棄真道，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。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，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。他們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着領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謝着領受，就沒有一樣可棄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。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，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，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，在敬虔上操練自己。操練身體益處還少，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，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。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們勞苦努力，正是為此，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萬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導人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
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。你要以宣讀、勸勉、教導為念，直等到我來。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，就是從前藉着預言，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。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並要在此專心，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。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，要在這些事上恒心，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聽你的人。第5章。不可嚴責老年人，只要勸他如同父親，勸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，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，總要清清潔潔的，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。若寡婦有兒女，或有孫子孫女，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着行孝，報答親恩，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。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，是仰賴神，晝夜不住的祈求禱告。但那好宴樂的寡婦，正活着的時候，也是死的。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，叫他們無可指責。人若不看顧親屬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還不好。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，更是如此。寡婦記在冊子上，必須年紀到60歲，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聲，就如養育兒女、接待遠人、洗聖徒的腳、救濟遭難的人，竭力行各樣善事。至於年輕的寡婦，就可以辭他，因為他們的情慾發動，違背基督的時候，就想要嫁人。他們被定罪，是因廢棄了當初所許的願，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，挨家閒遊。不但是懶惰，又說長道短，好管閒事，說些不當說的話。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，生養兒女，治理家務，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，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撒旦的。信主的婦女，若家中有寡婦，自己就當救濟他們，不可累着教會，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。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，更當如此，因為經上說，牛在場上喘穀的時候，不可籠住他的嘴。又說，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控告長老的情子，非有2、3個見證，就不要收。犯罪的人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，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，要遵守這些話，不可存成見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給人行按手的禮，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潔。因你胃口不清，屢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點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，如同先到審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。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，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。第6章。凡在軛下作僕人的，當以自己主人配受10分的恭敬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瀆。僕人有信道的主人，
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，更要加意服侍他，因為得服侍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。你要以此教訓人，勸勉人。若有人傳異教，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，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無所知，專好問難，爭辯言辭，從此就生出嫉妒、紛爭、毀謗、妄疑，並那壞了心術、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。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什麼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當知足。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裏，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。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這屬神的人，要逃避這些事，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。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為此被召，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。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，並在向本丟比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祝福你，要守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無可指責，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稱頌、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就是那獨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，是人未曾看見，也是不能看見的，要將他顯明出來。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。阿門。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，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。又要囑咐他們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，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，預備將來，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、似是而非的學問。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，就偏離了真道。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。